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Go Go Go》好不好？又到了民主而來到大家做料理嘅時間嘞，要來做什麼呢？我們來做這個梅兒蓋，就是梅子雞。讓我們一起來看看用伴奏呢。先來看看我們食材準備的這個雞腿肉，當然重點就是我們的醃梅子啦。好，煎這種雞肉的時候啊，你不用加太多油，因為雞腿裡面它自己有自己的自體油脂哦。記得把它煎得焦香之後啊，再把它翻面。哇，現在呢已經煎得這樣子叉叉，就是有點焦香的了。剛好教大家一句形容詞，金黃色的客家話就是叫做嫩崩。嫩崩。順便教大家一下，雞肉的客家話呢就是叫做蓋妞。蓋妞。接下來我們看看怎麼調這個梅子的壽司進去哦。梅子汁啊，是我們今天主角，所以我們放一點點醬油。那同樣的，我會放一點砂糖。順便也教大家講一整句的客家話，就是雞肉搭配梅子汁，香氣十足。蓋妞，插梅兒水，香到難唔得。有沒有學會嗎？蓋妞插梅兒水，香到難唔得嘍。我們待會就要請試吃員來給我們品嘗了。好，我們現在梅子雞呢已經做好了，請試吃員來幫我們品嘗看看。您是客家人嗎？不是。那我教你講這個雞肉的客家話呢，就叫做蓋妞。蓋妞，對，講得很好哎。其實呢，我們客家人比較少吃排餐，那所以我們通常會做味道比較重一點點，然後可以配飯吃這樣子。那這個梅子啊，剛好是現在盛產的季節，所以呢，我們就把它加入進來。對，謝謝你。Hello， 各位觀眾朋友們，今天做的這道菜，你們也喜歡吃嗎？其實非常好做，而且很適合夏天吃哦。重點是複習一下今天學到新的詞吧。來看第一個詞就是雞肉，蓋妞，蓋妞。第二個呢就是金黃色，嫩崩，嫩崩。第三個來學一整句話哦，來看這句話就是雞肉搭配梅子汁，香氣十足。蓋妞插梅兒水，香到難唔得。蓋妞插梅兒水，香到難唔得。其實呢，香到難唔得是一個非常傳神的形容，觀眾朋友們要把它記起來哦。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